你有冇發現，刷手機越多，焦慮就越多，好似未來一片灰暗，咩都唔確定。喺自媒體越嚟越發達嘅今日，其實好多信息被放大咗，尤其係嗰啲悲觀主義啦、懷疑、製造恐懼、焦慮嘅信息，佢哋一旦進入到我哋嘅腦，就會等人開始產生懷疑未來啦、懷疑自己啦，心裏越嚟越亂，甚至都影響到自己嘅睡眠啦。咁今日呢，我想借住吳君格局呢本書嚟分享一啲我自己嘅感受。佢話呢，悲觀主義會等人亂咗方寸，對世界對人嘅睇法徹底錯咗，以致動作完全變形。就好似疫情後，幾多人察到個經濟要涼啦，房地產低落，然後驚到趕緊買房。更扎心嘅係，悲觀主義仲會拉住懷疑主義一起揾上門。吳君老師呢喺書裏頭仲寫到，有啲學生呢會同佢講，覺得中學同大學教嘅內容冇用，甚至想退學創業。咁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，焦慮就成咗當時嘅關鍵詞，但本質上我哋被太多放大壞嘅信息包住咗，總係擔心仲未發生嘅事，就好似怕工作冇穩定啦，怕未來冇機會啦，怕而家努力冇用等等。但我覺得呢，信息越發達，越要學會關掉雜音，越要學會篩選，而唔係跟風從眾。你要將注意力從明天會唔會更糟糕拉翻到今日當下，你可以做啲乜嘢？比如今日嘅工作你做晒未啊？錄個視頻，睇下書，或者落樓遛下狗，又或者去健身房鍛煉一下。記住，飯係一口一口食嘅，路亦都係一步一步走嘅，冇有人能一步跨到未來。不如抱着希望過好每一個當下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每認真過好每一日，未來就會好一分。今日呢係我少少嘅一個分享，係接着上一個視頻過分自信嘅下一集。咁如果你覺得對你都有睇法或者幫助嘅話，俾個心我啊，支持一下，或者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我係粵語 SP 催眠療癒師李家歡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